2000蚊就可以重新出發。呢個機會我等咗好耐。你想唔想好似昌叔咁繼續睇落去？退咗休，有時諗幾十年嘅經驗，仲有冇人需要？直到嗰日睇到家居維修學院嘅廣告，話專門教退休人士學水電，心諗我仲得唔得㗎？踏入呢度，先發現原來人生可以重新開始，唔理幾歲，有心就唔怕遲。天生係食呢行飯㗎。幾十年，終於覺得自己仲有用。你可能同我當時一樣，都係擔心錢嘅問題。水電中工課程成萬蚊一個，其實邊使咁貴啊？只要你課程出席率超過80%，就可以申請政府持續進修基金。之後每個課程低至2000蚊，2000蚊換一個第二人生，你話值唔值？學完之後，我仲可以加入維修王註冊做師傅，接單幫人整嘢，賺到錢之餘，仲要幫到人，實現自己嘅價值。